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一束啦，台语安尼写一束啦。华语的很少很少，只有一点点，台语讲一束啦。只要有人帮我分配一束啦工课，我就会加真轻松。一束啦嘛会当讲一束束啦，讲平凡甲非凡的差别，就是每一天咱比别人加一束束啦的努力。一束啦嘛会当讲一寡，也则是一点啊，也则是一批啊，也则是淡薄啊。华语拢是一些，也则是一点点。像讲有一寡代志，无爱互你知是为你好，你个性冲动，就惊你惹是非，啊你嘛较定着咧，唔通为着一点仔小可代志，就气甲安尼掉骹断地。你最近有淡薄仔无共款哦，是毋是有啥物好代志？上尾来讲一批啊，这个官员真酷刑，这个灾民本着的物件嘛才一批啊尔，安尼伊嘛要共吞去。一批啊有时阵嘛带一点仔口舌嘲弄的意思。你唔通看伊一批仔囝，看伊无讲出来，你会惊死。伊就都是高大白红大哦，一批仔囝都是小不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一束啦，实在真趣味。